答应过郡主会查明真相。多谢伯爷上心。查到是谁了吗？暂时还无线索。院内有人，我你去后门堵住他。走。没人，张大夫跑了，小姐快追！放心，后面有陈安博在，他跑不了。有埋伏，小姐快去帮伯爷，这里交给我就行，绝不能让他再跑了。一起上吧！别杀我！公子快走，快！张安博，你竟然会护我！张大夫，二殿下为何要对大长公主下手？他究竟有何目的？实不相瞒，那日我偷听到二皇子说，杀人灭口。陈安博，好久不见。在下的邀请，伯爷可曾考虑过？不明来意，恕容某不敢回复。程安博乃大业第一聪慧之人，我为何要给你那封信？想必早有定见。容某不才，还望谢公子直言。昔日荣家惨案，大业朝无人敢提，如今也只有二皇子能还程安博一个公道，不是吗？二皇子礼贤下士，还望程安博择良木而栖。这谁下的手？张大夫，二皇子是蒋洛。就是蒋洛下的手。郡主，不可武断。我早就该想到，只有蒋洛有这个狗胆，这个混蛋，竟敢对我祖母下手。郡主，多谢陈安博相助，告辞。